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1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先带观众朋友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因甲加沙上大间的西法病院联络人失去联络。这间病院因为无燃料，目前是已经暂停运作。以色列讲有要提供燃料给病院，不过却是去予哈马斯拒绝。有消息指出，哈马斯因为以色列对病院的作为，人质的谈判是已经冻点。西法病院一位医生讲，阮可能会逐工拢失去更较侪新生儿，因为抗保温箱的大楼被轰炸，只好将早餐里放伫咧普通病床，用村落内淡薄仔电，互一寡幼婴仔保持温暖。We're speaking directly and regularly with the hospital staff. We will help the babies in the pediatric department to get to a safer hospital. 以色列军方对西法病院无法度运作是否认。昨日放一段影片，显示士兵伫咧11暗放300公升的电球伫咧病院门口，验过病不爱收，哈马斯甲伊砸来提起。国际媒体无法度证实影片翕的时间甲地点，病院讲以色列讲袂出。تكدس القمامة والنفايات الطبية داخل أروقة المجمع وعدم توفر المياه。医务人员讲，巴勒斯坦北部地区的病院拢互以军封锁，竟然无法度继续照顾病人。以军讲，哈马斯伫咧病院下骹一个附近设立指挥中心，正伫咧追击，病院应该赶紧撤离。哈马斯是否认？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昨日伫咧接受美国 NBC 访问时阵讲，双方就人质释放的问题有可能达成协议。根据了解，人质谈判进行的一位巴勒斯坦的官员讲，因为以色列对病院处理的手法，哈马斯已经停止谈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早暗拢会较凉凉。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本岛平地上低温是伫咧桃园的杨梅，敢若15.3度。拜一、拜二这2天，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甲东半部可能会落雨。今仔日气象署针对宜兰甲台北市的山区，也佫有基隆北海岸发布豪雨特报。咱若山区都要注意落石，也佫有崩塌的情形。另外，伫菲律宾的东南边的海面，今仔日透早形成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目前，这个低气压是离台湾遥真远，对咱台湾袂有直接的影响。咱若较担心较凉冷的天气会持续到拜四。为拜五开始，天气就会变较大冷，北部上悬温会伫咧20度以下。到时，咱台湾各地拢会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再来，咱来看，为了要解决护理师欠人的问题，科宣部向香港要降低国家考试的标准。这个消息一个出来是引起外界批评，讲为着要处理欠人的问题，却是无咧要医疗的品质。卫生部回应讲，这个调整是注重护理人员实际上的应用，该考的拢先袂过。另外，为后年开始，当年拢会增加200亿的预算，要甲医术人员加薪水。新冠疫情了后，国内护理人员离职情形愈来愈严重，为着甲人聊掉咧，亲情袂少私立病院，也有部立病院拢表示要替护理人员来加薪水。最近科宣部更加公告，护理人员新的国考规则要甲基础医学科目的比重对原来20%调降成40%，因为外界质疑政府是要就此保障无够能力。这样子突然去片面降低这个国考的标准，其实是有点雾里看花。职场霸凌、业务繁杂，然后资源调动这些争议。这些问题如果还是没有解决的，见短期的成效，那没有看到中长期的长远的发展。一方面又说人力不足，当我们要充实人力，让这个国考的部分的话呢，有更多人可以考得过，那他又反对，所以我不知道逻辑在哪里。为了提升所有医术人员的待遇，行政院宣布已经规划明年到日至少200亿经费补贴医术人员的薪水。卫生部长苏瑞元解说，会由健保有算100亿，加公务有算100亿来支出。总统蔡英文出席医术节庆祝活动时讲，希望对后年开始，用每年有至少200亿稳定的财源来处理健保，用来提升医护人员的待遇。现在我们看到180亿也好，200亿也好，都好像只有纸上谈兵呐。我如果源头人不够，你要3班步兵入法，其实困难度也高。那总额的部分，其实如果是说用
健保来规划，这困难度更高。卫福部长苏瑞元讲，114年就会变200亿来提升医护人员的待遇，加上不是一摆性别列，所以讲也会来讨论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根据交通部的调查，有要到城骑奥多派的人，若是要换新的奥多派，要是有72%的人会买食汽油的，但若是换电动车的是无甲3成。显示政府这10年来投入要一条公共运输建设的经费，也是真好发挥私人运具转移的效果。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补考协会表示，英国每一年有10多万中考学生集中伫滥用假稀苦粒仔伫补习。不过，即马敢若剩2300人至2500人，是无甲2.5%。滥用假即马大部分拢是卖饮料的店头，也有做食较济。过来，咱来看《自由时报》。去中华鹿港天寿宫做客妈祖为我妈的时阵，伫网络顶红以1万块的价绍卖出去。中华警方查到是新北市一个姓柯的查甫人，伊利用假身份来犯案，查匪甲伊抓起来。然后，这个姓柯的查甫人伊承认讲，天寿宫的为我妈，还有奉天宫的叔父王爷，这两个神尊拢可以以1万块的价绍已经卖出去啊。再来，咱来看即马观光旅宿业做食的是拢真欠工，影响疫情了后观光的复苏。亲像高雄老牌子的汉来大饭店，10月份的时阵，因才讲要伫咧台北的南港开一间分店，要来试营运。不过，因为到呾观光是要招募8成，所以因决定下晡的时段是无要开。另外，因下底火锅店也有西餐厅，本来是按算后个月就要开幕，不过即马是决定要延到过年了后啊。食面拢是上赞的，而且8大餐台也有超过200种的料理。这是伫南港展览馆边的台北汉来大饭店，70只试营运自助餐，逐工是爆满。暗过观光至少也有2成无保值。业者证实要停开自助餐下晡的时间，大厅也暂时无供餐。原本下个月要开幕，关期火锅甲古白馆，要等明年春节过后才搁开。饭店的开幕初期出来的员工适应不良啦，或者是还是会有一些异动，临时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之前已经有定位的下午餐的这个客人呢，大概有1600客左右，我们就把它挪移到午餐是免费升等。业者表示，欠人是长期问题，加上疫后类似回温，更较欠人。到年底真侪人会当甲领年终奖金这利息，会更较歹补人。事实上，伫咧观光旅宿餐饮业面临欠人的同时，有愈来愈侪参与学生无可能关系到这场实施。现在开始很多学生，他们也许是抗压性降低了，所以很多人他是不愿意1年都在一个企业待满的，在企业的配合度不是很高，所以有的还会跟学校解约，学校不得已还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方案，在学校里面修课，也可以拿到这样一个实习学位。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是这种自由度高，好，等于说空余时间他比较能掌握。学者认为，是不是考试学生必须的学分暗过，餐饮业工时长，薪水也低，即卖囡仔真有想法，选择性也变较济，拢影响未来学生毕业了后进入相关职场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经典的摇滚乐团 Coldplay， 昨昏甲昨日，也就是拜六礼拜，因伫咧高雄开演唱会。不过，饭店的业者趁这个势，却是甲价销熊熊野悬。订房间都要买甲2倍价销，目前观光局是已经甲伊裁罚。那市府嘛讲，若是乌白绑架，除了上当会罚5万块以外，嘛会公布业者的名单。礼拜晡4点半左右，到西园主场馆站的高一列车，一日人行出来，拢是为着要来看摇滚乐团酷玩的演唱会。因为是对我来说，我是第一次看演唱会，所以我很激动，很期待这个表演。都花钱了，为什么要提早走？就是看完对啊，就慢慢走回去。
连续2天的演唱，各地歌迷拢来欣赏，也有外国歌迷入来到这，求受当地旅宿业者趁机会起价。高雄市启动3波客炸行动，即摆发现有4间业者伫11月11日实卖房间的介绍超过申报予市府被查的介绍，上含时期差不多这边2倍的介绍，罚款3万到5万。我们再度主动出击，查了12家的这个饭店旅馆，那我发现其中有一家比较夸张哦，这个房价超过98%，那我们也予以开罚。市府讲，甲法以外，也会公告名单，要阻止这种不当的行为。演唱会这侪人也高雄1温1天的运量创下新纪录。外地的民众不单纯只是在演唱会的时候，也利用这一次的机会来回的搭乘捷运，在观光景点做穿梭。高级统计，11天运量超过29万人次，超过进前演唱会甲今年的纪录，是今年上侪人做一天。原来11日去完演唱会，现场的人数有58万人，也伫82分钟就所运完毕，也有1运站站长伫现场唱歌。高捷也推出所有的计划，会看状况调整班次，上紧3分钟就一班车。那演唱会然后结束，也机动来调整，互歌迷拢坐着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赶紧继续来关心以色列也有哈马斯的战事。目前这个战争是已经超过1个月啊！以色列的民众昨昏组织伫咧首都特拉维夫的大厅，大声喊讲要停战救人质。这嘛是从开战以来规模上大的反战示威。虽然美国讲希望战争结束了后，加沙会当归予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来管理，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有关是呛讲，这是绝对无可能的。讲到的汇率总体艺术挂满以下战争内底，和伊斯兰武装组织哈马斯爆炸的人质相片，全拢是无到18岁之童。以下战争超过1个月，当地在真侪以色列民众组织伫首都特拉维夫，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除了日时暗时，佮组织佮较侪人诉求反战，要求国防军停火，互人质会当平安回来。Women, children, babies, civilians, innocents who are being kept as hostages. In Gaza right now, and for 35 days, not one person from the Red Cross has been allowed to visit with them and let us know that they're okay and give us a sign of life from any of them. 抗议者表示，暂时只有4名人质和哈马斯释放，佮有1名以色列士兵得救，要求政府赶紧采取更较侪措施，救其他200多名人质。这场示威活动嘛是以加战争到暂时以色列国内上大规模的一届。另外，对以下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前才讲到，毋望冲突结束了后，加沙甲约旦河西岸过去捌互以色列占领的所在，应该爱互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统治。以色列无应该佮一摆占领加沙。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伊说伫记者会面顶，坚持维持对加沙的安全控制。עזה תהיה מפורזת. לא יהיה יותר איום מרצועת עזה ע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וכדי להבטיח שלא יהיה איום כזה, כל זמן שצריך, צה"ל ימשיך לשלוט ביטחונית ברצועת עזה כדי למנוע טרור ממנה. 纳坦雅胡表示，以色列必须爱会当随时自由进入加沙，对付武装组织的成员。加沙嘛需要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以外的势力掌控。伊了解伫这件代志有可能受到国际社会施压，不过伊无想要屈服。纳坦雅胡的话无疑是和美国一个大脆皮，嘛更加加深伫以巴问题方面，美国甲以色列已经分歧。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来关心这一届 APEC 会议要伫咧美国的旧金山来举办。现目前大家上界关注的，都是11月15，拜登甲习近平的拜习会。不过，即马会议都还未开始咧，就为美国各地来的中国民运人士甲团体，就伫咧会场边啊，伫咧抗议习近平，而且表达因追求自由，也佮有民主的诉求。结束中共暴政。发口号要求结束中共暴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每日14到17访问旧金山，参加 APEC 会议甲15个拜习会。全美各地中国民运人士甲团体伫旧金山有人提标语游行，有人发起汽车大游行，伫 APEC 的中关集会来抗议。我们不允许中共的独裁者来到这个美利坚的自由的土地上。中国民运人士王丹、王军土顶人伫旧金山发起中国国事会议平台，参详结束中共暴政，创建民主中国。他们没有信心改变这个现实，于是他们在这里，在世界的各个地方，还在假装可以和这个政权
共同谋求世界的和平发展。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也甲民运人士见面，佮批评美国商界开4万美金，甲习近平食暗顿是一个笑话。How does that conversation go? Wow, this filet mignon is a little dry. How's your extrajudicial internment of over 1 million Uyghur Muslims going? Congrats on completely crushing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 盖拉格批评美国商界若认为武器批评中共就应帮助企业降低供应链成本，以后一定承受更较大的痛苦，而且满足安尼独裁者不只在道德上有错误，政治上也成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伫咧冰岛的西南部，过去这2礼拜以来，因为火山的活动造成的地动，上无是已经有2万件啊。气象单位讲，伫咧土骹底岩浆。真有可能是已经形成严重的崩坑啊！无排除这粒火山随时拢有可能会爆发。目前当地是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若在地4000人嘛要马上随撤离。徛在厝内玻璃碎片摔到满头壳，厝内条啊，佮出现壁痕。包括国家冰岛受到法格拉达尔火山地区过去2礼拜一直地动影响，特别是西南部的雷克雅内斯半岛的临海城市格林达维克，14点钟以来地动有差不多将近800个，互当局烦恼火山岩浆爆发危机，在当地7日暗时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敦促居民撤离。Núna á 11. tímanum upplýsti Veðurstofa Íslands almannavarnir það að ekki var hægt að útiloka það að kvikugangurinn sem hefur verið að myndast næði að Grindavík. Vegna þessa hefur lögreglustjórinn á Suðurnesjum í samráði við almannavarnir tekið ákvörðun að rýma Grindavíkurbæ. Og almannavarnir hafa samhliða þessu lýst yfir neyðarstigi. 各国媒体报道，雷克雅内斯半岛的火山波动前被设计了后，在2001年喷发，了后每一档拢有喷发。自过10月下旬开始，法格拉达尔火山地区发生超过2万件地动，互附近的观光景点若熟悉湖、南湖在车告宣布关闭。Nýjustu gögn sem Veðurstofan sýnd okkur sýna talsverða færslu og stóran kvikugang sem að myndast og geti opnast og legið frá suðvestri til norðausturs. Ákvörðun þessi tekið með öryggi íbúanna í huga. 冰岛是全球地理环境上活泼的地区之一，有差不多30个活火山点。过去在2019年，特别因为爱亚法拉冰河地区发生火山喷发，造成欧洲10万航班取消。而格林达维克的居民差不多4000人，当地警消人员除了协助民众撤离以外，嘛甲所有对外道路封锁，只有留经济道路来应对紧急状况。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镜头转来咱国内，中国甲菲律宾伫南海是又搁发生冲突。伫7月的时阵，有一只中国的海警船甲菲律宾的补给船下水，挑工要阻挡因运补的任务。因若伫台海附近，嘛有一只中国货船下过界，咱的海巡单位要甲赶的时阵，对方煞是呛讲，也无你是虾米国的。中国海警船7日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高压水条，阻止菲国船只起进来暗杀运补，将非南海国冲突。菲国11指控中国地震暗杀附近部署38只船，总数创新纪录，佮谴责中国采取无端威胁甲危险举动，强调维持定期补给未退让。That we're still going to carry out this dangerous mission despite of our limited number of vessels and despite of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 Chinese vessels that they're going to deploy. 亚太海牙一地区中船国界，或者是基南礁台，佮传出海巡驱离中国货轮，佮被呛到。你是什么国呀？我想问一下。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呼叫。明明是个省，非得说个国。本署发现中国大陆船只未经许可进入台湾境限制水域，均立即派遣舰艇，采取驱离、扣留、留置调查、没入船舶及行政罚款等处置作为。学者分析，中国希望借法律战甲操作中间地带冲突，透过执法甲管辖伫南海伸张因公的主权，拜受会进前提关南海冲突，用得到更较侪谈判手段。中国片面升高了冲突之后，如果拜登不想要让这个拜习会好像没有什么结果，或者是大家不欢而散，拜登很可能需要有一个展现出一个比较柔软的态度。中国伫东海甲大海中间地带行动背后主因，大部分来自美中战略竞争。学者认为，尤其大海有高度政治象征性，中国相对较专制。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个进前捌做前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的秘书姓赵的查甫人，伊去用指控讲，伊甲2个退役的军官，近6年来，甲几啊个退役的军官牵线，互因去中国接受交替，宣传统战的思想。检调伫11个时阵发动搜查，证实了后，以违反国安法向法院申请羁押。不过法官决定以50万至60万交保，检方不服，准备要提起控告。中国对台湾的渗透一直有动作。伫台湾人民共产党成员林德旺被用指控接受中国的指示，涉嫌影响台湾的选举，宣扬共产理念，防以反渗透法起诉。也拿陆军退役上校熊德温去予中国吸收，签署中共投降承诺书，轰破重刑，还阁去予检察院弹劾。即马阁传出捌做前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秘书姓赵的查甫人，甲2个退役的军官违反国安法等等的罪嫌，去予检调约谈。经法院裁定，助姓及刘姓被告均以新台币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孙姓被告则以6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承办检察官不服裁定，将向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提出抗告。检方侦查，为6年前开始，姓赵的查甫人甲退役的将领牵线去中国等等的所在接受交替，也阁有接受统战的思想。细老甲细孙退役的军官，透过退休军人协会运作，资金帮助社区形态选举活动，支持特定的总统参选人甲立委参选人。检方向法院声押3个人，法官通知交保候团，检方会提控告。迄人艺人归亚瑞因小妹担任协会行政。证实了后，无列作被告。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是个法治的社会。假设情况，赶快依法侦办，也希望依法行政，但也不要故意去罗织他人的罪行。台湾呢有反渗透法，我们一定要能够及早破获这种中国利用渗透的力量来渗透台湾的各行各业，甚至影响总统大选。调查立委认为讲，中国对台湾渗透的工课唔捌停歇。尤其是总统大选都要到啊，想要透过渗透来影响大选，希望国安甲检调单位会当以国安5法、甲反渗透法，都仿照压证据，该办就办。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的总统大选，那白合讲到大，目前是还拢无一个结果。蒋总统马英九讲，伊支持用全民调来决定。也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回应讲，即摆上界重要的是团体协商。毋是一个人讲的就准算。针对马英九的这个讲法，伊是表示尊重。也那侯友宜这边，伊是阁甲郭文德化讲，即摆代志已经行到这个坎站啊，应该爱放弃个人的立场，做伙向前行才对。国父诞辰纪念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前总统马英九拢去国父纪念馆致意。不过之后2人斗阵，煞无甲马英九同台。那边合竞之下，马英九提出支持全民调，朱立伦回应，甲民众党已经达成用全民调形式，差别在内容甲规则。第3波民主改革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它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团队协商，不是一个人算。马总统也尊重国民党跟民众党协商的内容，有一些人简化了马总统的讲法。我也建请柯主席放弃个人的立场，就像侯友宜一样，我们共同携手前进。蓝白如果不合，有胜算吗？谢谢啊。侯友宜牺牲掉甲2位参选人共同做事，进行表态支持全民调。韩国瑜也共场，煞无共台。那未合问题安怎解？关系第一面册发文，指一个人能力有限，号召自动度合的人中间制度也继续成功中部选票，甚至透早得到中华田中的马拉松。我来看看你们这个田中马拉松，跟我们台北每年在办的台北马拉松哦，互相观摩，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民进党大清朝杂志也去中台湾第3南投造势，发出要予台中结婚延伸到南投改善偏乡交通。我们也要改善台铁集集支线的基础设施，我们也来规划台中捷运也能够延伸到南投来。大清朝也伫伊所在这一天特别伫面册承诺，未来会加速达成3万后备毕业入法，每年至少200亿提升医护待遇。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伫11半暝的时阵，高雄有一个77年厝的查甫人，
伊食酒了后，说是举刀啊去高雄的小港病院乱，要攻击医生甲护理师。加在现场的保全人员甲警察随甲抓起来，才无造成人受伤。查77年次吴姓男子日前于医院诊治，因自称尚未康复而遭医院告知可出院，心生不满，遂于酒后持利器意图攻击医护人员。经警方到场施以辣椒水封锁其行动，一旁保全趁机打落其手中利器。员警一拥而上，压制逮捕。这个姓吴的查甫人因为破病去小港病院住院，车站中昼的时阵，病院甲伊讲伊会当办出院啊。不过伊说是讲伊还未复原，未出院，甚至甲护理人员起冤家。回去了后，也是感觉真生气。11半暝的时阵，食酒食的，说是举刀啊去病院护理站，要攻击医生，也阁有护理师。目前这个查甫人是已经抓起来啊。了后会以恐吓甲医疗法定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所来，咱来看伫花莲的中美路甲华道路的路口，11早起的时阵，一只马术要倒弯的时阵，那亲像是去互车的条啊砸掉咧，煞去弄到一个当咧过车路的阿伯。这个阿伯送病院了后，尾手要是救无倒来。救护人员赶到现场，赶紧对无生命迹象的伤者来急救。虽然继续实施 CPR 急救，不过伤者的伤势伤过严重，也是不治死亡。患者无意识、无呼吸、无脉搏，头部外伤，而且口鼻出血。客运车的玻璃有弄到分裂，已经闭起啊。11早起8点左右，47岁姓吴的司机开一台大客车，经过花莲市华道路，才要倒驶到中美路时，敢若互挡风玻璃两边的下条砸到无看，弄到才要过大路接四城的老人。警方讲，姓吴的司机酒测态是零，详细造成事故原因也会调查。我不知道，因为我发现设施已经抓到了。差别的是伫头前链。伊的链仔是伫咱的后壁面啦，所以咧转弯的角度哦，本身话就会较大。专业教练是讲，大只车因为驾驶做管道无同，也佮有车长比小型车长真多，西转弯的时阵都要避免下条看袂到所在，也要注意来练差别的变化。也那台湾交通安全协会是讲，过来道路环境嘛要来改善。要左转的去靠左边，右转靠右边，直走走中间，这样就会大幅的减低我们这种大型车辆在变换转向的时候，跟其他车种交织动线的问题。台湾交通安全协会建议，过来车道配置应该以车速甲车向来规划，避免大型车甲小型车互相开道阵。驾驶人嘛要加强路口停让甲看清楚这个环境，甲其他用路人互相尊重，才有减少造成事故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赶快是花莲的消息，在花莲吉安乡的南海三街有一间客家。昨昏翻点过了后，熊熊倒火，因为迄当阵风是真透，一个规排8间厝全随拢烧起来。内底一个18岁高中生因为掉伫2楼走袂离，不幸死亡。另外，还佫有3个人受伤送病院。消防人员初步判定，不排除是1楼的车库倒火，也若详细原因还要调查。迄小厝。真高的高烟一直对窗仔冲出来，花莲吉安乡南海三街12翻点了后，熊熊的这场大火，加上东北季风真透，互大火是愈烧愈大，背后客家一直炭烧起来。拄则有听到什么声？大声。就是有闻到烟啊，隔壁都在叫啊。连同客家炭烧大火，当时互人唔知变怎应付，厝边赶紧敲门，互相叫精神走出来。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赶紧来散水。有人互救出时阵，互高烟砸着伤；也有人互大火惊精神，一直咧哭。消防人员对客家厝顶开始查，发现6个人伫厝内底，用大约半点钟时间才甲火势控制掉的。大火收煞了后，发现导火即户2楼的房间内底，一个18岁4工的男高中生未火走，烧死伫内底。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总共有六名民众受困在住宅里面啦。那另外有2位是自行逃出，3位是救出。那目前有1名高中生不幸
罹难哦。死亡的男高中生，敢若就是第一时间报警的民众。调查人员发现，一楼车库内底汽车甲电脑设备烧甲是真严重，无排除可能就是导火所在。这场一人死亡、3人受伤的火灾意外，详细导火原因也要调查。正是先将火场封锁起来进行调查。记者自鸿报道。台北市警察局推出治安防水伞服务，只要申请，警察就会亲身去民众引导检查，提供居家安全防贼偷的建议。不过，议员批评讲，从申请等到警察来，上无都要1个月，嘛有真侪人唔知有这个服务。警方讲，最近这5年申请的拢超过1万件，嘛继续检讨申请的系统。请假来访时，关键化身治安防水师，到处替住户服务。今天是小偷的话，用那个油压剪直接剪下去，伸手就进来了。唔是看风水探挂路啊，是要替做安检、门锁、窗啊、监控设备、照明工具，配偌济生活大世代检测全包办，要找出到位有问题，为国家安全做建议。110的亲子中心，或者是派出所，或者我们的市警局的一个网站进去申请。要防止贼偷，台北市警方有治安防水师，民众提出申请免费到处检测，已经有20多年，也是有不少人是无傻傻。治安风水师，不了解。治安风水师没有。除了成效引起质疑，也有机关批评，捌伫9月17日提出申请，2礼拜了后才接到警局电话，8月19才有人到场检测，早就超过规定的7天时间。连警察局的官方网站提供的门锁品牌资料，拢停伫22年前。它7天是指那个民众申请，然后分局跟派出所跟他联系的时间，呈现的方式可能会让民众误导的部分做修正。警方回应这项计划稳定执行，这几年拢有超过1万件申请，到即马案件总数超过40万件，合来主体窃盗案也费110年，248件，到今年前9月降到189件，各线路升级系统，民众申请了后，延会7天通知，减少到5天。记者综合报道。逢甲大学昨昏透早6点，伫咧屏东国科会火箭发射场发射头一支因开发的科学火箭，加做中部头一个踏入科学火箭研究的学校。第一遍试射因为氧化剂闸门机械动作的问题，无法度点火。逢甲大学团队修正了，搁试一遍。礼拜透早6点试射成功。这支全学校第一支单载混合式小型的科研火箭，在空中飞14秒，弯度200公尺。验证我们的推进系统的设计，火箭引擎燃烧室，还有我们燃料跟氧化剂的匹配，然后火箭舰身结构，还有我们的电控系统、导航，还有遥测系统等等，就是作为未来全型火箭设计上的一个参考。试射成功，互逢甲大学成为中部第一个进入科研火箭领域的学校。计划主持人讲，这边主要是要试推进系统加电控系统等功能，动力只敢若全型火箭的1/3，不过背的管道甲距离拢甲有高的同款。这款资料拢是未来全型火箭的参考。学弟们都有开始不一样的他们各自的技能，所以他们会能够在分我更分散的去执行起步的计划。国家太空中心讲，有政府支持，今年度启动立规火箭研制计划，委托学界执行科研火箭计划，希望培养更加侪人才，提升台湾太空技术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在桃园龙潭有一个马场，叫做希望马场，是专门服务脑性麻痹、过动、甲自闭症的囡仔来上课、甲复健的马场。每个月拢会规划课程来互这个囡仔做复健甲治疗。好，可以吗？可以。坐伫马顶馆展现自信的笑容。11岁阿婷自来就得到罕见疾病免 case 症候群。因外妈讲，阿孙啊接触马术的治疗已经4年啊，心头起坐伫马顶馆，还要有人为后壁甲喊咧，若无就会跋倒。到即嘛已经会当家己骑马，是进步真侪。108年就开始了，他当时来的时候要推娃娃车。走路也是摇摇晃晃，最好的是行动方面，还有跟人接触。
美术毋但是一种运动，嘛是一种辅助复健的方式。桃园龙潭有一个希望马场，大概月差不多拢会有70至80节课，袂少脑性麻痹、过动或者是自闭症等等的囡仔，无介意便宜器材复健的方式，较爱甲马互动。不过龙潭马场目前无适合要设来场地，若要上课，就要看天气。目前马场在经营上面其实也是很挑战的，因为这是一个高人力、高成本的活动。但是马匹带给他们的，无论是生理的改变跟心理的改变，非常非常的重要。身心障碍囡仔上骑马辅助的课程，除了需要合格教练，还佫需要专业的物理治疗师。不过，这项人力佮成本拢真悬的活动，教练讲营运的费用拢爱靠募款，加上台股无悬。专业的人员要培养嘛无简单，对马场的经营来讲，挑战是真大。记者综合报道。港人来到乌鱼就钓时，中华新港今年头一批人工饲的乌鱼，即马已经咧收成。不过受到今年暖冬的影响，乌鱼有较细尾，乌鱼籽嘛变较细皮，平均一斤的价销差不多是200块。现掠乌鱼一种花，渔民无用台鱼取乌鱼籽，这是中华新港头一批收成人工饲的乌鱼。在问路的民众一透早就伫现场等要买鱼。这个季节的乌鱼较好吃，你若讲好像到哪一个时段的话，那个肉质就是有一点比较不好这样之类的。我嘛是算讨爱人啦，对这鱼啊吼，讲究新鲜，你若话我太太现煮肉价足好食，这算内行的咧食的啦。渔民表示，乌鱼是含大鱼，爱寒鱼仔才会大。最近这几冬因为气候暖化，乌鱼是愈来愈歹饲，愈饲愈细尾。少个3-4冬就少无鱼啊，人卖啊。因为安怎讲，拢放袂趁啦，拢专门放的，拢专门死亡率足多啦，佮只啊价销佮卖袂好啦。刷入去的时，佮再你像今年啦，暖冬这几冬来拢要抬8两上的、7两上的，几乎会使讲足少啦。即摆咧抬拢3-4两。渔民讲，乌鱼仔爱放3年才有法度收成，今年大约收5000尾，但因为天气热，乌鱼较细只，乌鱼籽嘛较细皮，乌鱼壳一大斤65块，乌鱼籽每大斤1,100块，价销拢有比旧年俗。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体育消息来看，中华职棒总冠军赛昨昏伫天宝球场举办，味全龙伫头一局摕到5分。中场以6分比3分拍赢乐天桃园队，味全龙嘛摕到因对手第5个冠军。接球打高，有没有守备的机会？捕手来到了接近这边接杀出局。天母球场赢出红色的彩带，味全龙全队冲入去场内庆祝摕到中华职棒34年总冠军。味全先到一军了后，第3年就摕到总冠军。离前一遍1999年摕冠军是已经让8769天。这场定生死的总冠军赛 Game 7，味全伫咧主场对战乐天桃园，严格性摕分的电脑是桃园队。速球拉回来在右半边，结果打穿形成安打。廖建富1、2垒之间的探场安打，加3垒的林德上台，和桃园第1局就先提分。不过味全的反攻也来了正紧，第1局下半局先靠雷亚安打入边，搁靠着原队先发投手邓波哥控球无准的时阵逆转反超前。结果在满垒的情况之下，又是连续4个坏球，逼走路上1垒。邓波哥这局投5遍补上，打破总冠军赛纪录，只敢投0.2局就退场。接手的詹仁和也无法度甲味全的攻势动来。场内结果打穿3右防线形成安打，现在张振宇回来1分，第2分绕过了3垒之后，也回到本垒。高浩仪伫咧满垒时阵，这记安打，和味全搁再摕2分，味全2伫这半局就摕5分，5比1超前。乐天是伫第2局顶半局，搁着陈伟成6点正水这记安打入回2分，因过3比5的比数就来停掉的。味全先发投手江龙投满6局，3分，只拿2分的责任分，也搁等做5张楼梯。接手的有夺中继2局完全封锁反对的打击。回放落
通，遭到了3振。原队的詹仁和表现也袂歹，中继到7局，只敢被攻出4支安打，一直到第8局下半局才出现危机，后备全量搁领2分保险分。接球中间方向穿越，形成安打。蒋少红替味全搁摕1分，甲比数扭开到领先3分。第9局顶半局，第3位杨投不离汉成功关门，后备全量6比3赢球，摕到今年球季的总冠军。总教练叶军忠将这第一位带2队摕冠军的教练。首先还是要感谢山董，那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个球队，然后再来就是感谢球迷热情的加油。那我现在肚子蛮饿的，头脑一片空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球员去发挥。我觉得这个 MVP 不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味全龙队的还有球迷。一落去受伤好了后，第8个底才转来，伫咧总冠军赛2场先发，总共到11局，但出11K，被选做总冠军赛 MVP。味全的领队也讲，已经甲台北市政府讨论方往游行，有未会让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潮州戏曲的文化底子是亲亲，包括棉花园的歌戏、明兴阁的布袋戏，拢是伫咧潮州创立的。即马美国的团队嘛专工来拜访甲交流。希望互国际会当看到咱台湾传统戏曲的水。为美国来的咖喱戏团队做伙让台湾的布袋戏红仔，感觉趣味佮新奇。美国西北咖喱中心的馆长去年和婚林馆合作办展览，苏东是和明兴阁掌中剧团结缘。今年因就专工带团来到屏东潮州，和明兴阁交流台湾的布袋戏。他们来到云林参加国际游戏节，那他们透过云林馆长的那个牵引，那来到潮州，那跟明兴阁有这个交流会。那当然我们也是很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交流，把我们的在地的布袋戏可以推广到国际。美国西北咖喱中心自行保存全世界各种咖喱戏艺术，收藏几千件珍贵的戏红仔。这回因组团来潮州，明兴阁第2代团长苏俊营嘛亲身登本顶，教因举红仔的脚步手路。美国西北咖喱中心的馆长嘛现场到翻译交流。他们很厉害，那个全部都会自己做，他们会做服装，他们会表演，他们会做帽子，他们会做那些音乐，全部都是一家人的，全部都是会。然后我也是从小我就开始跟我父母一起演出，所以我们也是一家都是一起演木偶戏，所以我来到这边我很感动了，也是有一点接近我就这样子长大了。所以我会去美国了，我跟朋友们说了，这个真的是很好的机会，可以多了解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木偶艺术。潮州的戏曲文化底地在，请用真济艺术团体有戏show的好名声。美国团队表示，这回来拜访，唔来了解台湾戏曲的特色，嘛希望分享咖喱戏艺术的文化差异，创造更加符合现代的表演，和传统戏曲代代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英国的经济歹，健保的经费嘛无够，必须去牵着患者治疗的时间，特别是心脏科，目前还有几千个心脏病患者等转诊已经超过1年啊。若是一直拢无机会排着动手术的时间，恐惊会有性命危险。药啊分做3顿菜伫咧桌仔顶，62岁扣分爱照时间食药啊。伊伫准年4月因为正手的疼去看医生，诊断出是心脏病，才做心脏隧道手术，若无会有性命危险。不过已经过2年啊，伊还阁伫咧排队等。The first part of the delay was through COVID, and that was the main excuse given all the time. That made absolutely perfect sense. It's then continued now till past the Christmas time, being December 2022, and then I was told that I was going to have the actual operation was going to be on January the 17th. That got cancelled. 专家讲，真侪心脏疾病爱去大病心脏全国医生诊断照法都被发现，患者心脏病举起来时阵，就要伫咧18分钟内送去救护车，扣分迄人准是等20分钟。上新的数字显示，英国的患者平均就要等93分钟。疫情发生了，平均1礼拜有超过230人因为心脏疾病的治疗停来。
造成感染新冠肺炎并发心脏病而死亡。这个数字伫咧确诊人数下降了，依然是降袂落。再加上老大人愈来愈多，政府财政紧缩加医护罢工，英国公立病院大部分的常规加非急诊的手术拢一日前，有钱的人会转去私人病院，无钱的人只好继续排队等。全国总有720万人伫咧国民健保署的排队名单内面，造成因为心脏问题、癌症或者是其他疾病死亡的人数愈来愈多。 So the best thing to put the health services funding on a more sustainable trajectory would be a sustained increase i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tax revenues that would come along with it. 虽然苏纳克政府将国民健保的议题列做优先处理的项目，官员也讲工会有算，占政府日支出的4成。不过这几年来现实的情形是，连一般门诊拢排甲落长，病院病床无够，心脏手术这款高难度的医疗行为，恐惊要搁慢慢啊等。公司新闻牛燕编辑。日本真出名的动画《宫崎骏的新温少女》，内底水顶火车的场景是真侪铁道迷心内梦想的路线。伫泰国有一条水顶的铁骑路，这只火车每一年营运敢若有3个月的时间，而且是敢若拜六礼拜才有，生理是下叫。 长长的铁道列车将梦幻穿过泰国上大水库巴沙村拉溪水坝，画面看起来都亲像是日本动画电影《新婚少女》内底出现的水上火车的场景同款。泰国国铁编号911的漂浮列车，这是也就是今年营运季开始的头一天，轻几百人，透早6点就赶到曼谷车站上车。 3点半钟的车程，沿路穿过荷花池、樟林、庙寺，还有稻田。 半路到大城了后，还佫反啊爬起的火车卖棉花糖、猪肉饭食的在地小食。到巴沙村拉溪水坝高架桥，一直只停20分钟，或者乘客落车进行打卡，还佫翕相。 更让我觉得很壮观，对，就是我没有体验过，就是那种可以站在火车上，然后还可以什么对着火车来拍那个整个就是大坝的美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很震撼。 And during the cool season, which is the end of the rainy season, the water is at the very highest level. So when you cross the reservoir on both sides of the train, you will see water that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a floating train. So it's quite unique and it's quite exciting to actually have that experience because it's like going across the sea. 今年大部分的时间，火车站高架桥下骹拢是牛群咧食草。暗过10月到1月这段时间，水位涨起来，看起来列车就亲像伫水面咧驶共款。英国的旅游部落客指出，这条水上火车路线目前只有泰语的宣传物，也无英文版。 所以也无伤过侪外国游客知影。不过独特景色加上营运时间较短，往往车票一开始卖，本地游客就抢破头路。 I think in Europe and America and certainly Japan, there is a rail culture and people want to travel by train as part of the holiday. But the problem is in Thailand, all the trips like this one today is only publicised in the Thai language. There's nothing in English at all. And the same with the steam excursion that goes 6 times a year. There's nothing in English. So it's kind of a missed opportunity. 花火里水上火车车厢分做无空调车厢、有空调车厢加 VIP 碰椅座车厢。曼谷的冬天高温也有30度。旅游专家建议，为要较舒适，上好是买空调车厢的位，才袂伤过热。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 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0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16度至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